10年前喺大灣區以30萬嘅價錢買低一套樓，咁10年後大家會覺得仲值幾錢呢？好多人咧都認為10年前咁平價錢買入嚟，而家點講都會升翻少少啦。咁答案咧係冇嘅，仲要跌咗，而且跌咗2/3咁誇張添。而家咧賣翻出去咧，即係值翻10.5萬蚊。嗱，呢個咧係真實案例。如果唔係我自己親自接觸咧，我都唔會相信，居然咧可以樓價咧可以下跌到咁犀利。咁究竟實情係點樣嘅咧？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講講，咁啊避免大家重蹈覆轍咧，喺買樓路上咧盡量避開呢啲坑啊！嗱，咁呢個朋友咧佢係一個香港朋友嚟嘅，咁咧就17年嘅時候咧就喺江門一個江海區度咧，以30萬左右嘅價錢咧買低一套咁嘅300尺嘅單位，咁啊當其時計翻落嚟咧都成1萬蚊一平方噶啦。咁好啦，而家咧最終賣翻出去得翻3000零蚊一個平方，因為我計咗下。咁啊，尋日咧我就經過我喺江門嗰邊識得嘅朋友咧，幫佢去放呢套樓咧，就最終咧幫佢傾到，亦都佢都只能夠接受現實，就以10.5萬嘅價格賣翻出去。因為咧佢呢層樓咧其實冇乜價值嘅，因為早喺2年前我就已經同佢講過啦，我話咧你呢啲咁嘅咧資產咧，你早啲甩咗佢就甩咗佢啦，因為你咧收租又收唔到，又山長水遠由香港過去。因為佢嗰度咧，我試過咧，舊年咧幫佢去放租，因為根據市場價錢咧，佢只能夠租到700蚊，700蚊一個月嚇。你諗下，700蚊嚟講咧，喺我哋鄉下4線城市啊，都唔止呢個價錢。所以話咧，佢咧為咗呢套樓咧，亦都係心力交瘁嘅啦，已經係成個人都已經係好殘嘅啦，俾佢搞到呢層樓。因為當其時咧，佢係唔係同我買嘅，係17年，佢係跟其他人去江門嗰度買樓，因為你知咧。當其時樓價係咁升噶嘛，去邊度買即係求其買都會升，點知咧就經過呢幾年嘅情況咧，咁啊樓價都有不同程度下跌。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佢買嘅係嗰種咧40年嘅公寓，而且咧嗰邊咧係一個新開發嘅區，即係冇人口、冇經濟支柱，導致而家咧就冇承接力啦。所以咧買樓咧一定要避開呢啲坑啦。如果你係3、4線城市，特別係遠郊嗰邊啲咁嘅公寓咧，你更加唔好掂。如果當其時佢唔係買呢度，佢買咗拱北啊，或者係深圳啊呢啲1線城市、2線城市比較核心嘅公寓咧，都唔會跌到而家咁嘅價錢。你諗下，佢扣除埋嗰個稅費之後咧，可能攞到手咧得翻9.5左右。佢當時30萬買翻嚟，而家蝕咗幾多？蝕咗2/3都有得。所以以上呢個血淋淋嘅教訓咧，提醒大家，公寓千祈唔好立亂買，要買就一定要買核心區域嘅公寓，有租值、有租售比，先至可以值得入手。如果你近期都有喺大灣區呢邊睇緊樓，唔知道點樣揀嘅話咧，可以評論區度交流下。